前奏甲省略掉。啊你即摆要弹，你要用慢的先去思考，袂使直接正手咧带倒手，毋是倒手带正手哦。锁成入去，和弦入来。哦，你其他你来，你才会当走。锁成入去有无？啊来，你才走。正手带倒手哦。赶快啦，间奏一直在推啊吼。这是咧大慢的，你一定爱大慢的，你才有法度入去歌内底，你才找着和弦。哦，即摆咧伴奏时，人咧唱歌，这足重要，非常重要。实在是嘛，真少人知影爱安尼啦。你就是爱照安尼，换倒手，换正手，安尼啊，比如讲。唱歌的时，就是咧重点咧贝斯，才会好听。你若敢若行靠路，绝对是袂听啦。这是一定的道理啦。这是有贝斯手的时，你就爱安尼弹。若无贝斯手，你一定爱贝斯就比较好听啊。